谢台湾人民，让台湾的民主，搁再一摆得到胜利。这是关键的时间点，人民伟大的决定。爱马仕顿，爱罗丹，来本枪，和平决定。咱用选票和平来移转政权，嘛会用和平解决台海的问题。我甲你几个节啊，内阁的名单拢有哩啊，你小看卖咧。主席，你要做行政院长？中共的一只运八侦察机早起10点飞过南海，伫咧台湾东部的太平洋跋落海底。刷落来，中共就以搜救的名目，出动大批的海空军，直直往东海甲南海迄边去，封锁台湾的海面。下令第一线所有的单位，无论安怎，下性命保护台湾的领土甲主权。慢请，宋总统，安尼是代表要开战，哪通遮赶讲要决定？就趁荷兰微博，荷兰苏三零在海家这些问法之外，不是那部分，这是要上的。你要爱我接受一国两制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安尼才会当确保台湾的安全啊！你嘛是安尼愿望的，敢毋是？我是要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，毋是投降解决。这若签落去，台湾敢阁会有民主甲自由？那毋是因为你，阮后生根本袂去前线，更加袂伫共产党的手底。即阵发动战争的是共产党，你唔通服唔着。明明组织，安尼不早的是因做的。因后壁上大的金主，青无钢铁公司。青无？嘛是柯破文后壁的大金主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投票所爆炸案，无定甲柯破文有牵连，即马要救恁后生，干那剩一步，你爱甲我斗相共，这是咧做我，嘛是咧做你。不过咱拢爱付出代价。即阵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，拢是中共逼咱选择的。和平协议若唔签，黄明公因后生就要死。杨景婷，你无通选择，因为伊是阮后生，我嘛无通选择，因为我是台湾人。